Yeah, yeah, yeah. 天色灰蒙心迷惑，天蒙蒙心慌了。我是谁？我是谁？聆听古老的神话，亚特兰蒂斯的海洋，希腊神话的孤寂，法老王的秘密，结果一直在心中，一直在心中。我们遗忘自己是谁，是谁燃起了光，张开心扉，让灵魂找到初心。Hello， 2026年嘅1月咧，好快脆咧過咗一大半部分啦，跟住落嚟咧已經係好快脆嚟緊迎接我哋嘅2月份啦。咁喺2026年咧，大家會覺得啊好多嘅語言啊或者好多嘅信息咧嚟到咧都係會令到人哋有啲不安感啊。咁究竟2026年咧係一個點樣嘅年代咧？我哋應該要點樣去幫自己保護好我哋嘅自己嘅運氣啦、能量場啦等等咧？今日咧主要就想分享呢一個嘅。咁喺分享之前，懇請各位訂閱、按讚、分享、慣性動作，希望大家咧支持一下我，感謝你哋嘅支持同埋鼓勵，我會繼續努力咧做好我嘅片段嘅。下咧，關於喺一個咁大變動啊、咁能量變動得咁快啊、咁急速嘅一個年代、一個年份裏面咧，我哋要做嘅咧就係好似水咁樣順流。嗱，我知道咧好多時候咧火運咧會令到大家會有一種叫做變化。咩係變化？例如好似你嘅工作突然間被調動啦，你嘅一啲原先有嘅嘢突然間消失冇咗啦，或者係離開咗你啦等等呢啲嘢。咁我哋咧就要順流。順流嘅意思即係話你要去接受，你要去慢慢學習去慣性地去接受呢件事實啊。咁我好明白人咧始終都係人之常情啊，有七情六欲咧係好正常嘅咩？咁但係咧唔緊要，有情緒或者係有一啲叫做令到你唔係太舒服或者太舒適嘅一啲嘅感受咧係好正常嘅。咁我都會覺得係可以去接受啦，慢慢去同自己內心去傾偈啦，同一啲揾一啲你覺得值得可信嘅陪伴到你嘅，能夠俾一啲客觀嘅分析俾你嘅一啲嘅朋友或者家人咧，去同佢傾訴啦。相信咧係會令到你當下未必一下子接受到嘅事實咧，衝擊而嚟嘅時候咧，有一個叫做緩衝界，即係緩衝點，俾你去舒緩一下啊，俾你去可以去發泄又好，或者去釋放又好咁樣。總之就係咧，就唔好咧谷住自己，亦都唔好咧因為一啲叫做唔係你如你所想嘅一啲嘢發生咗之後，你就好容易好激動啊，或者係好容易會有一種叫做好衝動嘅諗法，或者好衝動嘅動作，去令到件事情咧係變得更加不穩啊 ，OK 嚇，咁所以咧喺一個咁急嘅火運嚟講咧，最緊要咧若果發生一啲叫突發性啦，發生咗一啲你未必接受到嘅事情嚟到嘅時候咧，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慢慢深呼吸，慢慢去學習去順流，去放手，因為只有我哋慢慢 be water， 好似水咁樣嗱，李小龍有講過 be water， 好似水咁樣順流，你會喺呢一個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似一個瀑布或者係一個激流啊！你玩一個激流嘅話咧，一個咁激流嘅地方咧，若果你仲要喺度喐來喐去咧，喺隻船上面嗰個遊艇，即係唔係遊艇 sorry，個小艇裏面咧係咁喐來喐去咧，其實你反船嘅機會率咧，反艇嘅機會率咧係特別會提高嘅，係咪？咁所以喺個咁波動、咁急流嘅時候，我哋要點樣？我哋要靜落嚟啊！我哋要穩住，慢慢順流，經住佢咁樣去。去順住個勢去行咧，順勢而行咧，係26年咧一個好緊要嘅一個感覺。一啲顏色上面啦，咁其實咧顏色咧對於能量嚟講咧，佢或多或少咧對於某部分嘅人啦，或者大部分嘅人咧都有佢嘅影響力嘅啊，因為我哋嘅心念咧同我哋嘅諗法咧係，即係我哋嘅心念，我哋嘅諗法咧係會影響住我哋外在嘅一個行動啊 ，OK 啊，例如啊，你今日化咗個靚妝，咁你自然咧覺得自己照鏡咧就今日好似哇係好似靚咗咁樣，咁你自然咧就會有一種嘅信心啊，或者係個人都會開朗啲啊，開心啲啊，好似
覺得今日自己特別 sharp 啊，特別靚啊咁樣，你個人都心情靚靚啊，係咪？咁所以咧顏色啊對於人嘅能量場嚟講咧係有特定嘅一個影響力嘅。好，咁首先我咁講啦，色彩嗰方面咧，我會覺得咧喺一個變化咁急嘅一個能量年份裏面咧，我可以分享少少一樣嘢我近排發生嘅，就係咧我腦裏面咧一直喺度諗緊咧近排我有時着衫咧，我會着一啲紅色，我想着一件紅色衫，但係咧突然間會有個直覺咧就話俾我聽，喂，好似唔好着咁多紅火嘅嘢會比較好啲喎咁。尤其是咩人咧？尤其是一啲叫做本身係急性子嘅人，即係冇乜耐性啊。OK， 個人咧本身冇乜耐性啦，好急求急求進嘅人咧，盡量就少着一啲或者少用一啲紅色嘅火屬性嘅一啲顏色，例如紅啊啲咁長嘅嘢。OK 啊，咁因為咧只會加速我哋咧嗰種咧嗰個能量咧係變得越嚟越急，越嚟越亂啊。咁我分享一下，另外就係咧，我去完埃及旅行啦，翻嚟啦，咁我就買咗一個咧藥材嘅鐘啊。咁點解我要買個鐘咧？咁因為我自己整 organ 咧，咁 organ 我之前咧有影片有講過啦。咁我整 organ 咧，裏面又會放一啲嘅草本啦。咁啲草本咧就係植物嚟噶嘛。咁有時咧想咧將佢咧研碎佢啊，等我可以做得容易做咧美觀啲啦，咁樣嚇可以放到啲藥材落去啦咁。咁點知咧我就買咗個粉紅色啊。佢個粉紅得嚟都偏紅噶啦，都咁樣嘅一個顏鐘啦，咁樣。咁點知咧，當我都未開嚟睇啊，咁我只不過係想執拾一下，咁我嗰下咧就突然之間咧個膠袋咧就調轉咗喎，咁就 bang 就落地就打爛咗啦，咁分享呢一個咧就我覺得啊好 shock 嘅地方咧就係話我竟然整爛咗我都未用過嘅一個響埃及買翻嚟一個鐘啦咁其實覺得嗰下覺得啊〜好唔開心啊！咁即係會跌咗啊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咧，我而家自己諗深一層咧，其實都係個直覺啦、個天啦，其實都係提醒我啦。若果我要做一啲 organ 係幫人哋噶嘛，咁幫人哋提升運氣啦。咁若果本身係一個火屬性嘅能量體去做呢件事情，放落植物草本度，佢會加咗個火能量落去。咁唔係個個都咁接受到火能量，有啲人可能係本身已經火屬性比較強嘅人。咁乜嘢係火屬性比較強嘅人呢？若果你係一個比較急性子嘅，即係比較做嘢比較冇咁耐性嘅，好急求進嘅，通常我有聽過咧，就係一種講法就話，通常咧就係春天出世，但係如果你五行係屬木嘅，咁你木係咩？木係會生長噶嘛，生一個樹木咁樣啦。咁如果你係春天嘅木屬性嘅人咧，咁其實個人係好紅嘅，好火屬性噶啦已經。又或者夏天，跟住你又有五行，裏面又有火嘅，你夏天出世喎，跟住五行裏面又有火喎，咁已經好火啦，夏天已經火嚟噶啦。你仲要個五行都係火，咁啊火上加火，再喺一個26年嘅火運嘅當下，就更加唔應該着太多紅火嘅嘢，加速個火能量。OK， 咁反而乜嘢係最適合咧？響26年嚟講，就係我覺得係水藍色。咁你可能有啲人會問咯喎，咁點解啲火屬性？咁你火同水係水火不容噶嘛？咁點解又要加啲水落去咧？咁嗱，其實有所不知啦。我哋咧我好似之前有一段片咧有講過嘅，即係若果一個火嘅能量咁火紅咁樣，你若果本身個水能量不足，你本身唔夠水啊，咁你個人唔夠滋養啦，冇咁多水分嘅時候，你有冇睇過煲湯咧？你燒到乾塘嘅時候會點啊？最尾會爆個煲，同埋或者會造成火災啊，係咪？咁所以咧有少少嘅水成分咧，係幫到自己係點樣咧？可以將嗰個火咧係調一調微調。大火變咩？微火啊、文火啊、溫火啊咁嘅意思。咁所以咧，藍色咧係一個26年咧唔錯嘅選擇嚟嘅。咁我諗應該要買一個咧個鐘應該買藍色先啱。OK， 咁唔緊要啦，我睇法啦。咁總之就係話我哋26年嘅顏色咧屬性咧最好係火啦。sorry 唔係火 ，sorry 係水啦、藍色啦、淺藍啦呢啲。我仲有一種顏色，我覺得都幾好嘅，就係大地色、大地自然色，即係好似我而家呢啲咁樣嘅大地色啦，即係呢啲啡色啦咁。咁呢啲咧顏色咧都係好適合喺26年咧去穿戴嘅，例如衫啊、大地色啊、嗰啲淺啡啊、卡其色啊，或者係白色啊、黑色啊呢啲咯，係啦，咁樣呢啲基底色啊咁樣啦。咁呢一啲嘅顏色咧，都係比較適合喺26年使用嘅。咁喺呢個火運期間咧，就係咧最容易將一啲黑暗嘅啦，或者係一啲我哋唔
不被為人知曉嘅事情咧，就會被揭發，就會被曝光咁樣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26年咧，我哋可能會收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信息或者一啲嘅資訊咧，係我哋以往以為係慣性嘅一種咁樣嘅，然之後原來咧係會令到我哋會有一種會令人好震驚啊咁樣嘅一啲事情咧，係被揭露咗出嚟啦。例如好似一啲叫做社會上面好令人不安啊，一啲嘅事件啊，或者係一啲叫做大型嘅一啲叫做詐騙啊，或者係欺騙嘅嘢咧，就會浮現，逐步將件事情清晰化同埋浮現啊。咁所以咧，26年咧都係一個比較資訊比較爆炸嘅年代嚟嘅。咁另外就係喺一個咁具火屬性嘅火元素嘅呢一個嘅年份裏面咧，我哋更加要咧做到咧，就係我哋嘅行為同我哋嘅心念咧，盡量要一致。當我哋越真實，越能夠心同埋口行為係一致嘅時候咧，我哋越順利，越容易去適應呢個火能量嘅流動。因為火能量咧係一個就係唔容許有太多嘅欺瞞啦，或者係一啲好層好多 layer 嘅嘢咧去出現嘅。佢會係即係火係點樣？火一燒就被人哋見得好清楚，啲嘢係好分明咁樣。所以咧，若果係一個變化咁大嘅一個年份嚟講咧，我哋越真實，我哋越簡單，我哋越行為一致咧，咁其實會係最順應住呢個火能量嚟去行走。咁順應住個能量行走嘅時候，我哋就係最順利、最容易活出我哋嘅舒適或者安全嘅一個境界啦，咁樣講。咁所以26年咧，記緊要就係我哋嘅心諗裏面諗嘅諗法同我真實嘅行為盡量要一致。OK， 即係例如你中意嘅就真係由衷地中意啊，厭惡嘅就真係要由衷地厭惡，就唔好口講一句就係你好中意，但係心裏面你根本就係唔係好中意，純粹係跟風嘅啫。咁樣嘅話咧，咁你就只會俾呢個火能量咧狠狠地咧被打臉嘅啫嚇。咁所以咧，我哋記住啦，26年咧一定要做好嘅第一個嘅能量嘅工作咧，就係要心裏面諗嘅嘢啊，你腦裏面諗嘅嘢同你嘅行為同你嘅動作要一致。好，接住落嚟咧就要分享一下講關於咧一個叫做世界大進程啦，或者我哋未來咧嗰個社會係一個點樣嘅一個狀況啦。咁其實咧響呢一個嘅26年咧，我哋會向一個叫做占星學裏面啦，有一樣嘢一個星相啦、星宿啦裏面咧係有一個叫做呢個土星同埋海王星同埋呢個牧羊座咧合相。咁嗱，我本身咧就對占星嘅嘢咧就唔係話真係咁認識嘅，但係咧我有去睇啦、去研究啦。咁當我去睇嘅時候，我會見到原來咧當土星啦、海王星啦，佢哋兩個咧合相咧，其實基本上係幾十年都會有一次嘅。咁唔係話真係咁特別嘅，咁唔係太特別啦，唔係話唔特別，即係唔係太特別嘅一個合相嚟啦。但係咧加埋呢個牧羊座咧，佢就非常之特別啦，因為牧羊座加埋一齊咧就係呢三個能量點咧合相咧，就係要起碼要過百年先至會有一次嘅。咁分析一下啦，呢啲星相嘅嘢先。即係我哋平時會聽到咧，就係土星咧係象徵住一啲叫做規條啦、真理啦、一啲叫做理據嘅嘢啦、啲限制啦嘅嘢啊，即係叫做規矩嘅嘢啦。咁而海王星咧係代表一啲夢想啊、dream 啊、一啲咁嘅信念啊、飛法比較飄嘅嘢啦。OK。咁木星咧係代表開創啦，代表住唔係木星 ，sorry 係牧羊座。牧羊座代表住開創啦，代表住一啲重新啟動啊嘅一個能量嚟嘅。咁呢兩個星啦，加埋呢個牧羊座啦，三樣嘢合相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叫做現實同埋一個叫做一個虛幻間之間嘅。呢樣嘢係逐一被打破嘅意思。咁咩意思？即係話一啲慣性我哋以為係咁嘅一回事嘅嘢咧，逐一會被瓦解。一啲叫做堅不可破，以往我哋以為係覺得喂實無黐牙嘅啲嘢係唔會變嘅時候嘅嘢咧，就係喺呢一個瞬間咧就會崩潰，被瓦解。咁從而咧令到我哋咧覺得哇好多一啲嘅新聞啊、啲嘅資訊啊不斷咁湧入嚟我哋呢個世界裏面，湧入嚟我哋現實生活當中。咁一啲重新人咧就會重新去定義一啲我哋以往唔會咁樣去睇嘅呢件事，我就重新會定義。咁喺呢段時間咧，你會有一啲叫做可能唔係好出名嘅人咧，
然間嘣一聲會走出嚟啦，咁又唔知喺邊度走出一啲叫做新科技啊、新能源啊或者新資源嘅嘢，突然間嘣一聲又彈出嚟啦咁樣。咁好多呢啲新資訊係令到我哋係目不暇給嘅，即係提眼花嘅睇到啊。咁所以先至會話俾大家聽，火呢個能量係變化多端，係我哋要喺呢個急流當中，我哋點樣 be water 去穩定我哋嘅形勢。所以我哋要去逐一，仲要點樣咧去順流去睇呢件事情。喺呢個咁變化多端嘅時間之下，喺一個叫做我哋本身係一個慣性嘅適應咗咁耐嘅舒適圈以內，去重新接受或者定義一啲嘢嘅時候，我哋要首先慢慢去順流去接受佢，唔好有太大嘅一啲叫做激動嘅一啲嘅諗法或者行動，咁係為之喺26年係最適者生存，係最適合我哋去決定我哋嘅人生進程，或者咧去你嘅生活點樣去過得舒適啲、舒服啲，就係要咁樣。我哋要開放，盡量開放我哋嘅思維啦，開放我哋嘅格局啦。因為只有我哋開放我哋嘅思維啦，將啲嘢咧係放大去接受嘅時候咧，咁我哋先至會容易咧活喺當下，先至容易咧喺呢個26年嘅火運咧，先至活得更加自在嘅。好，咁跟住落嚟咧要講嘅咧就係一個叫做關乎於一啲叫做世界格局，或者我哋叫咩有冇啲咩所謂我哋預言啊嘅嘢啦咁。其實我不嬲都話我唔做預言嘅啦，咁但係我都雖然話唔做預言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啲嘢係我了解到嘅，我知道嘅，咁我盡量講咁解。即係當係一個叫做趨吉避凶咁樣啦嚇，因為其實點解唔做預言咧？首先要講一講，因為好多時候咧揾開我做占卜嘅人咧會知道嘅。我會講話其實占卜只不過係幫你分析當下形勢最有可能性嘅一個結局，但係唔係幫你決定嘅啊。咁所以未來嘅進程係變化多端，係冇一個預言家能夠完全100%係完全準確。咁好多人都話唔準啊，神棍啦乜乜成咁。咁其實你寧願一個預言家佢講嘅嘢都唔會話好嘢啦，咁係咪？你寧願佢中咗，即係中一啲唔好嘅衰嘢，係咪？咁唔係咁好啊嘛，係咪？咁所以其實預言家佢預言翻嚟嘅嘢係一個叫做喺另外一個思維，喺另外一個空間裏面佢見到嘅一啲嘅景象，然之後將佢嘅景象，將佢知道見到嘅一啲嘅景象嘅信息，去帶翻嚟現實生活當中俾大家知道啊，做個提防又好，或者係大家好心咁樣去做個祝福啊、祈禱啊，希望呢件事情不要到來，就算到來都唔會咁大影響力。咁然之後咧就改變嗰個未來進程嘅格局，然之後係令到個未來進程咧冇預期嗰個預言家所諗嘅件事情咁差。呢個真係預言嘅效果，就唔係話危言聳聽啊，你鬼亂咁噏啊咁樣，即係唔準啊，神棍啊呢啲唔係咯。所以其實點解我一直唔做預言咧，係因為變化實太大啦。咁但係咯，今次純粹提醒一下，因為咧我相信如果其他人有睇開啊啲預言啊或者咩都會有知道，哇26年、27年或者打後嗰幾年都有好多令人不安嘅事件啦，會逐漸陸續咁過嚟啦咁，所以我純粹係一個叫做有緣下分享咪分享咯咁。喺我冥想嘅狀態下啦，或者我曾經見過啲乜嘢啦，咁我都或者可以睇睇。早響2年前啦，咁我自己去做一個占卜卦嘅時候咧，我已經見到咧未來嘅2年啦，即係我自己嗰時候2年前啦，即係講緊係2年後，今日係26年，我係測到咧26年嘅下半年啦，尤其是7月之後，咧個進程會好亂，個世界格局好亂。7月係一個要令到好多人都要覺醒嘅一個年代。咁乜嘢係覺醒？覺醒就係話要有一啲事情嚟到，要令大家係一個好震驚嘅一件事情。一啲嘅嘢，例如好似早幾年 Covid 嗰段時間，咁都係一件好震驚嘅事。好多人咧，我相信若果喺2019、2020年嗰段時間，係好多人咧無端端咧覺醒嘅，無端端有一種叫做靈性上嘅覺醒啦，又或者人生嘅一啲嘅悟道啦，即係諗到一啲新嘅嘢，重新去定義自己嘅生活，重新去定義自己嘅人生呢一啲，咁就係喺20年咧觸發嘅。咁冇呢一個咁樣嘅 Covid， 你又點會有一個咁樣嘅進步咧？咁樣或者一個重新嘅定義俾自己咧？咁所以咧，26年嘅7月咧，又有一件咁樣嘅事故。咁唔好問我係咩事故嚇，咁來去都幾煩嘅啫。OK，咁陣間又話我係咩咁一定中啦咁，你唔理。總之7月會係一個大覺醒嘅時代啦。而家嚟緊嘅1月、2月、3月、4月呢4個月咧，我會覺得1、2月佢喺度醞釀啦，我可以叫醞釀緊。咁其實而家都已經係噶啦。你會見到世界好多新聞啊，呢啲嘢而家好似話，而家呢度又捉咗個總統，嗰度又唔知點咁樣。又有啲即係經濟嘅關稅啊，或者咩啊，呢啲我唔講啦，我唔係講政治。咁總之就係有一啲咁樣嘅嘢係醞釀緊。
我想講去到三月過後，我覺得3月過後係冇得翻轉頭噶啦，係一定會開始嘅，係一定會開展嘅。咁我會咁講啦，一啲自然災害啦，會越嚟越加速啦，地震啦，你話地震成日都有啦，係冇錯，我知道地震成日都有，但係巨型嘅地震啦，係好多時候都係令到人哋好不安啦，咁嘅可能性咧係非常之高，即係不論係一個叫做科學家或者係地質學家，佢哋去研究啦，佢哋都覺得嗰個周期啊，OK， 尤其是近排，如果大家有留意太陽磁暴啦，佢個太陽磁暴咧唔係非一般嘅太陽磁暴咧，佢係好高級別種嘅，即係我唔記得咗係 X 定係乜嘢，總之個級別係最高級啊。咁而呢個最高級嘅輻射唔係輻射 sorry 嘅磁暴，最高級嘅呢個磁暴咧係經常性喺呢幾個月裏面咧不斷咁樣去到發生緊，咁係會影響到嗰個地震啦，嗰個自然災害啦係會多啊。我想講嘅就係我哋若果淨係我唔講個咁遠嘅世界格局啦，我就講近地，我哋港澳地區。我相信我哋嘅水浸啊、水災呢啲嘢咧，會影響得比較我哋會多啲，係啦。咁同埋我會講嚟緊其實過咗農曆新年之後，大家或者要有個慣性動作就係儲糧儲備你嘅糧食。你話我屋企成日都係打爆個雪櫃咁，嗱，雪櫃咧係要用電嘅 ，OK， 我哋要多樣，我哋要靈活化，我哋做事決定要靈活，所以咧儲糧呢方面咧，唔係淨係打爆個雪櫃，可能能夠 keep 響一個室內裏面嘅嘢，例如啲罐頭啊，一啲嘅擺得耐啲嘅一啲嘅米啊，或者係麵啊呢啲嘢咧，儲存儲備咧就不斷咁 keep 住有呢個習慣，因為有啲人我知道係冇呢個習慣嘅，佢哋冇儲糧呢個習慣嘅平時。咁若果你冇嘅話咧，咁今年咧就係真係要多啲咧去儲糧啊。我只可以講話做好呢啲儲糧嘅工作，係啦。咁你問我係咪有啲咩突發大事發生咧？咁說不得，係啦。總之就大概係我聽要儲糧。第二我哋嘅財務，我哋嘅財政要流動，現金有啲即係呢度要有啲，嗰度有啲咁樣 ，OK 咁彈性啲，唔好將一籃嘅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度 ，OK， 希望你聽得明，希望大家聽得明，唔好將你嘅雞蛋放晒喺同一個籃度，分散開佢 ，OK， 乜嘢都有可能性。頭先講咗啦，呢一個嘅土星加海王星加牧羊座呢一個嘅合相係過8年先有一次嘅，係啦，咁呢一個係會令到我哋一定以往我哋以為係唔會變嘅嘢咧，突然間會逐漸地瓦解。OK， 咁所以咧，喺我哋嘅衣食住行4大元素，呢4大生活元素裏面咧，要好好做好變化，同埋多啲彈性嘅一啲嘅支援，係啦。另外我咧就曾經喺冥想當中咧係見過一個景象，咁我純粹將我見到嘅嘢咧係講俾大家聽嘅啫嚇，咁有緣聽就得啦。我係見到咧有個地方咧喺夜空當中突然間咧有個好火紅好光嘅一個爆炸場景。OK， 唔好問我喺邊一度，我唔知，我就係知道咁多啫。就係一個暗黑夜裏面突然間有個好火光好大個火光球光咁樣四散。之後我就見到白蠟燭。咁喺華人世界裏面咧，白蠟燭咧都唔係好嘢嚟噶啦。咁但係我會覺得白蠟燭有喺西方嘅玄學嚟講咧，會叫引導指導。OK， 咁但係我會覺得係呢件事係會引發指導我哋人生或者我哋嘅世界會有一個重新定義嘅一個資訊。咁我只可以講嘅就係話我哋順流咯。活在當下啦，只可以係咁樣。咁好好咁去珍惜你哋當下每一樣嘢，好好去祈禱，好好去祝福，好好去善待周邊嘅人事物，好好咁樣活在當下。我哋越順流，我哋越唔響激流裏面亂咁喐動，我哋就越安全。我希望大家明白我講緊乜嘢。好啦，咁我今日咧大概分享到咧就係咁多。咁希望響呢度嘅少少嘅提示啦，希望可以提醒到各位，因為而家已經係1月尾啦，好快脆2月降臨。咁2月農曆新年之後，我哋就會迎嚟一個完完全全其實雖然你都話俾我聽已經火運開始緊，係
係冇錯，火運已經開始緊，由我哋冬至開始，冬至12月20號嗰段時間已經開始咗，22號嗰陣時候，但係過埋個農曆新年咧，佢一開年之後咧，就更加完完全全，我哋就翻唔翻去，我哋就已經係過渡去另外一個階段嘅進程啊！咁所以希望呢度嘅一啲嘅 tips 俾到大家，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活得自在，有一個好好嘅生活，有一個好好嘅祝福俾大家。咁記住大家喺財務上面彈性自由 ，OK？ 俾多啲鬆動喐動嘅位置 ，OK？ 好，第二儲糧食，仲有一樣嘢第三，若果你哋身體有一啲嘅不適感，例如好似可能心臟啦、血壓啦、頭痛啦。呢啲嘢咧，請你唔好諗住求其諗住買啲必理痛啊，又唔知食啲咩藥啊，求其去藥房度執一啲藥啊食個算數。氣管啦，呢啲病理性嘅嘢咧，若果有重複性咧，好好地去做好你嘅身體檢查，我啱講到嘅頭痛啦、血壓啦、氣管啦、心臟啦呢啲，即係心律不正啊呢啲，好好咁去做 body check。OK， 呢一個同咩有關呢？我唔可以講得咁白，我只可以講呢樣嘢同我哋咧2020年發生嗰件大事情，跟住做咗啲措施嘅，好多人都要做嘅，做咗樣嘢，咁食咗啲嘢，食咗啲豆苗 ，OK， 咁你冇問我咩啦，你食咗啲豆苗，咁會引發一啲嘅症狀嘅病徵出嚟，所以若果當你有呢啲我頭先講嘅呢啲頭暈身㷫，唔該請你好好睇醫生去做 body check。咁今日分享到呢度啦，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喺下面留言啦，可以多多去分享俾其他人啦，覺得我嘅資訊係能夠幫助到大家嘅，希望大家幫忙去轉發俾大家，俾有緣人去睇多啲。希望你支持一下我1號種子。若果你有任何嘅一啲嘅關於人生上面嘅阻礙啊、資訊啊等等呢啲嘢咧，你需要協助嘅話咧，我係可以聯絡我啦，咁聯絡我有方式咧，就係好似呢度嘅呢啲嘅Instagram 啦、WeChat 啦，咁我去或者係YouTube 裏面留言俾我啦，我係會睇啦，會去閱讀嘅，跟住會覆返你哋嘅。咁希望祝大家2026年有一個好嘅重新嘅開始。OK， 我哋明白一樣嘢就係話有危先至會有機。我哋下次再見，拜拜。